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花日生活投資日記》。咁我係 Neo。過去幾年咧，大家都應該喺 AI 啊、Semiconductor 半導體嘅股票咧就賺咗唔少啦。Nasdaq 台灣日韓Index 咧，每一日咧都差唔多創出新高。而日經咧平均指數、現平均指數咧升到差唔多7萬點。其實咧只係靠一隻股票，就係Kioxia。佢嘅前身咧係Toshiba Flash Memory， 係即係東芝嘅一間公司嚟嘅。咁啊，尋日咧都已經突破咗8萬日元一股啊，成為咧日本市值咧最高 number one 嘅企業，仲超過咧就日本呢隻車企業股王嘅 Toyota， 係超過44個 trillion yen， 44兆嘅 yen 嘅。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咧，日本半導體咧其實咧就開始復活嘅真相。咁一連3集咧，我仲同大家講下咧3間日本新開嘅半導體公司，而對日本經濟同房地產嘅影響嘅。嗱，呢個咧可能會係咧改變咧弱日元走勢嘅一個即係機會或者原因嚟㗎。咁啊，大家密切收睇嚇。咁啊，呢3間公司咧，第一間咧今日會講咧大家好熟悉嘅 TSMC 啦。OK，第二間咧就係將會喺北海道開始生產嘅，叫做 Rapidus。第三間咧就喺東港島準備開設新廠嘅 Micron。OK，呢個 memory 公司。OK，咁啊我覺得分開3集去講呢一樣嘢嘅。嗱，今日第一集咧就會去講下喺熊本開嘅一個 TSMC 啦。咁啊，台積電啦，大家都好熟悉啦，已經係咁啊已經係今年又係升咗好多啦，連續幾年都係每年升即係幾十%，現在已經係佔咧台灣股票嘅 index 至45%左右啦，已經係差唔多即係超過一半。咁啊台積電喺點解喺熊本開廠咧？係啦，咁啊首先咧我都會講翻少少歷史啦，回顧翻幾十年前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啦，80年代咧日本咧係半導體產業嘅即係霸主啊。當其時咧10間嘅先嗱，轉一轉 slide 先。係啦，當其時咧全世界咧10間最大嘅半導體公司咧，差唔多超過一半啦，超過一半咧都係日本公司嘅。NEC、富士通、日立呢啲名咧，其實係即係半導體嘅全球供應商嘅，即係嘅最主要嘅供應商嚟嘅。而日本咧係佔咗呢個晶片嘅大概全球40%至50%。但係咧，到1986年啦，美國就覺得日本有威脅啦。OK，咁所以咧就強迫咧就美日簽咗一個美日半導體協議啦，強迫呢個日本開放呢個市場。咁啊，最後咧就日本咧就因為覺得呢個半導體咧係一個commodity，係一個即係一個產品啦，一個消費品啦。咁咧要為咗有競爭力咧，其實就要將個成本咧降低。咁我哋發覺咧，台灣同韓國咧，其實去 transfer 咗佢哋嗰個技術之後咧，就佢哋可以即係產生一個更平嘅低成本嘅產品。OK，咁啊而台灣韓國啦個政府亦都好積極咁支持去投資啦咁啊變咗咧喺呢個 semiconductor 嘅產業咧，就最後咧就喺台灣同韓國咧發展得好快啦。而過去呢幾十年咧，日本嘅市場嘅份額咧嘅佔有率咧，由之前嘅50%咧跌到咧係差唔多咧跌翻10%嘅啫。但係日本其實對即係佢唔係咁在意
即係太過在意嗰個晶片嗰個出口啦，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商品，佢可以喺一啲平啲嘅地方國家買入去咧，咁就算啦，OK，咁所以就覺得唔需要喺日本度製造嘅。咁其實呢個邏輯咧有啲似咧，即係歐洲咧都其實非常之依賴咧俄羅斯個天然氣咧，其實咧做同一個原因嚟。但係到咧疫情嚟咗之後咧，新冠疫情嚟咗啦，OK，咁啊發覺2020年啦，21年開始啦，全球晶片咧開始短缺嚇，咁蔓延到咧日本咧最重要嘅產業汽車業咧都要停止生產，豐田、日產嘅車廠咧都因為攞唔到晶片咧，所以咧就製唔到車嘅，製造唔到車嘅，OK，咁所以咧就延遲嗰個生產。咁佢再連埋政府一齊再審視下自己嘅供應鏈啦。原來咧已經咧係日本已經生產唔到呢個晶片啦，全部都要依賴咧進口。咁所以基本上咧，日本咧自己本土咧已經冇咗生產能力。即係由90年代開始啦。其實已經過咗好多代。咁日本能夠生產嘅只係nano 40幾以上嘅一啲家庭電器用嘅晶片嘅啫。但係車用咧就係 nano 10幾嘅晶片。咁唔好再講話現在最高級嘅 nano 3嘅晶片啦。咁加上咧有中美有呢個科技戰嘅影響啦。咁一旦咧如果咧台灣咧發生問題嘅話咧，咁就會嚴重影響到咧日本成個工業生產嘅問題嘅。所以到2021年咧，日本政府咧就開始決定咗，即係一個新嘅半導體同埋digital一個數碼產業嘅戰略。希望到咧2030年咧，將日本嘅晶片嘅銷售額咧就提升至得15個 trillion yen 嘅。OK， 現在咧係得好似大概5個 trillion yen 左右嘅啫。即係希望翻咗3倍左右。咁政府亦都咧即係pass 咗 budget 咧係可以撥款咧就4個 trillion yen 咧就咪包括啲私人投資咧，就希望喺短期上咧就能夠投資到10個 trillion yen 喺呢個半導體嘅產業。為咗完成呢個計劃啦，政府咧提出咗大額嘅補貼嘅。OK，咁台積電咧係第一間咧攞到呢張支票嘅公司。呢間元晶代工廠。決定咗咧喺日本九州航本咧興建2座嘅工廠，大概係1.2個 trillion yen 嘅補貼啦。第二間攞到補貼咧就係北海道嘅 Rapidus 啦。呢間公司咧就未正式開始生產嘅，大概出年度就會開始生產。佢都攞咗大概1個 trillion yen 1兆日元嘅補貼嘅。而美國嘅美光咧Micron 咧就喺日本東港島嗰度咧就將會起一個新廠嘅，係啦，佢大概咧就係攞咗2385億日元嘅補貼。而今日我哋咧就會集中講下啦，已經開咗廠，已經正在生產中嘅TSMC 嘅紅本啦。首先睇下點解咧？日本咁大，有47個都道府縣，點解台積電會選擇喺紅本開廠咧？或者喺呢個叫做Kikuyocho 菊陽町呢個小鎮開廠啊？最主要咧就有6個理由嘅。第一樣啦，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即係做晶片咧係需要好大規模嘅工業用嘅純淨水嘅。OK， 咁紅本咧就係坐落喺呢個阿蘇火山嘅 area 裏面。咁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水源嘅地方嚟嘅。阿蘇火山其實係真係一個出咗名一個水源豐富啦，佢個地下水咧係非常之乾淨嘅地方嚟嘅。所以依家TSMC 嘅 JASM 工廠咧就係成立喺度咧，個原因就係每一日咧佢哋都會用成幾萬噸嘅水。係啦，咁首先有呢個天然嘅同埋個地質嘅優勢啦，咁呢個係好難喺其他地方咧就再揾到噶啦。
第二咧就係一個生態圈嘅優勢啦。咁傳統上咧，其實九州咧由80、90年代咧都有一個好似日本矽谷嘅稱號嘅。雖然佢而家個嘅嗰個半導體嘅行業比以前咧就差咗好多，但成個生態圈咧就其實都健在嘅。因為喺附近咧，成個九州咧有大概1000間咧關於半導體相關嘅企業嘅，例如材料供應商啦、設備廠啦、測試嘅實驗室咁啦，都喺當地咧喺台積電喺當地九州咧就本身已經有。咁台積電就唔需要由零開始去重新製造供應鏈啦。第三啦，物流嘅關係啦。其實間 JASM 嘅廠咧，坐落喺個地方叫做谷陽區，離開熊本嘅機場咧，只係8公里嘅啫。可以咧，每一日咧好似有2班機咧係直飛去台灣嘅。你飛去台灣其實真係個零鐘頭到咧，就已經一個鐘頭鬆啲已經到㗎啦。而坐新幹線去福岡咧，只係38分鐘嘅啫。而亦都有 highway 咧，就可以運到啲重型機器去呢個經熊本新港咧，就可以運到呢間廠嘅地址㗎啦。第四就係人才啦。當台積電咧決定咗進駐喺呢個熊本之後啦，咁熊本大學咧就即刻咧就同台積電咧佢哋咧就成立咗一個咧叫半導體研究所嘅。因為喺呢個工程上啦係不停係要一堆新嘅一啲屬於個半導體嘅即係學生人才嘅。佢成立咗之後咧，佢有啲 internship 咧就喺TSMC 或者係一啲材料公司嗰度咧就參加一啲即係 internship 嘅工作嘅。另外咧，因為有新嘅員工咧，大概好似有750名嘅職員咧由台灣就調過嚟嘅，咁所以咧國際學校嘅需要咧亦都係增加嘅。因為其中一啲staff 咧，佢哋亦都會帶埋佢哋 family 咧，同埋啲細路仔咧就過嚟讀書。另外第5就補貼啦。OK，日本政府都承諾咗咧，就會補貼最高50%嘅一個設備嘅成本嘅投資嘅。第一廠咧已經批咗總共投資大概2兆日元啦。政府批出咗咧差唔多5000億日元嘅補貼嘅。台積電嘅 CEO 亦都講啦，喺日本開廠係比喺美國 Arizona 咧開廠咧更快，成本更低。嚟第6啦，就係土地同埋電力啦。本身啦，日本九州即係嗰啲地價唔係貴啦。谷陽町咧嗰個地價更加平。咁所以佢哋咧要起廠嗰時需要用地嗰時咧，嗰個地價咧即係其實個成本就好平。同埋亦都係個地緣關係啦，亦都係比較平嘅。對比較起廠咧係更加方便嘅。另外咧，九州電力咧亦都即係決定會提供一啲穩定嘅工業用電咧，就俾台積電嘅。首先另外如果我哋即係睇下啦，究竟台積電對熊本嘅經濟係產生咗有咩變化？其實數字非常之驚人嘅，已經係22年咧9月嗰陣時咧，呢個九州嘅 Financial Group 係一間銀行啦，佢亦都係熊本銀行肥厚銀行嘅控股公司嚟嘅。當其時佢嘅估算咧，台積電咧進駐10年內喺進駐個熊本10年咧，就會帶來4.3兆日元嘅經濟效益嘅。但好快啦，10個月之後咧，呢個數字已經上調到6.9兆日元。點解咧？因為喺呢個期間咧，有其他嘅日本公司，例如三菱電機、Sony 嘅半導體，亦都宣布擴產，會喺熊本咧繼續開新廠或者增加設備嘅。咁之後亦都幾十間公司跟進。所以咧喺九州經濟調查協會咧，亦都估計啦，成個九州沖繩山口地區咧10年總經濟嘅影響咧係會高達20兆日元。20 trillion yen 嘅。
而呢個經濟效益咧，其實係有一個 multiply effect 嘅一個乘數效應嘅喎。所以我哋亦都 expect 啦即係 TSMC 已經見到有一個 multiple effect 咧，之後喺港島同北海道咧，亦都係 expect 咧有一個類似嘅 multiple effect 喺度。但係我自己本人覺得咧，相信會細啲啦，係啦，因為本身九州都平嘅，係啦，個 multiple effect 咧，同埋即係呢三間公司投資額裏面咧，TSMC 係最大同埋第一間嘅，佢個 multiple effect 咧應該係最大嘅，其實係。台積電第一廠啦，佢直接僱用咗1700名員工嘅，而每一名嘅員工咧，其實工資咧係平均係高過嗰個地區咧3至4成左右。本身咧半導體嘅工程師嘅人工都已經高㗎啦，咁所以咧佢哋對租樓啦、食飯餐廳啦、學校嗰個需要嗰個服務咧，亦都係需要比較高級啲嘅。之後咧亦都會帶動咧材料供應商啦、氣體供應商啦、化工廠啦、設備商等等嘅。咁佢哋亦都會喺附近咧繼續咧開辦公室同埋工廠，繼續咧帶到更多就業同埋消費。第二廠咧已經係拍咗板嘅啦，咁已經咧係應該27年度咧，佢會開始生產嘅，投入生產嘅。而第二廠咧，Toyota 咧都係 Toyota 豐田汽車都係其中一位嘅投資者嚟嘅。知道咧，經過估計啦，至到2037年啦，台積電兩間廠產生出嚟嘅稅收預計咧，已經夠補翻政府供嘅補貼啦。佢即係補貼咗幾千億啦，但係佢稅收嗰度咧已經可以收翻晒所有錢翻嚟。咁所以其實佢呢個即係呢個 business 咧，呢個協議咧，對日本嚟講咧係非常之划算嘅。另外有一樣嘢想講下，就係本身第二廠咧，佢未開始建嗰陣時咧，佢哋預計咧係準備係生產呢個 nano 10幾嘅半導體嘅 which 咧就係日本呢個車廠需要嘅半導體，係啦。咁但係現在咧，因為嗰個AI 啊 data center 嗰個強勁需要關係咧，已經改咗咧，由 nano 10幾咧轉咗去最新嘅 nano 3嘅半導體啦。好啦，咁我哋開始正式講翻對呢個房地產價格有咩影響，好嘛？咁首先去睇下啦，呢個係日本國土交通省官方嘅數據嚇，關於2026年嘅即係2026年嘅公示地價啦嘅報告。咁工業用地方面啦，喺呢個大津町係啦，台積電嗰個鎮台積電Kikuyoso 嘅隔離嘅，即係都係嗰個成個地區一年工業地咧就升咗26%，係名列全國工業地地價漲幅嘅第一名嘅。而隔離嗰個咧益城町咧喺個高速公路附近嗰度咧都升咗12.8%嘅。住宅用地咧喺JASM 廠隔離咧叫做合志市御代治嗰度咧都升咗係13.3%嘅。喺熊本市縣內啦住宅地上升係 number one 係最多啦。其實之前嗰年咧都已經升咗21.7%，而26年咧個數字再上漲13.3%。另外咧商業地啦，整體嚟講咧，熊本市嘅商業地咧上升5%左右，而呢個Kikuyoso 市中心咧呢個菊陽町咧就升咗12%嘅。而家菊陽町咧完全開始就變晒樣啦，以前一個係農地嘅地方啦，現在開始係有而家起緊鐵路啦，會有酒店啦有零售餐飲咧，所以令到成個灘咧都改變晒形象。另外咧根據咧野村不動產啦嘅報告裏面都有講過係有骨牌效應嘅。咁因為台積電咧個附近個地區咧地價已經上漲啦，咁如果想喺附近住咧
就可能要承擔一啲比較貴嘅，即係樓價比較貴啦。所以有啲人咧已經向外發展啦、伸展啦。例如江之森、水前寺、合志市、熊本市嘅東部地區咧，嗰啲地價咧都開始慢慢上升嘅。大概呢啲地方咧，去呢個 Kikuyocho 咧，就大概30，即係半個鐘頭至到40分鐘左右嘅地區都發現原來個地價都開始上升嘅。嗱，根據咧以往台灣新竹市嘅即係個history 情形一模一樣，就係台積電啦個總部咧開咗之後咧，3年內咧房價都升咗62%啊！嗱，另外喺美國啦，喺西雅圖嘅 Bellevue 區都係啦，當微軟同 Amazon 咧進駐咗之後咧，附近嘅樓價咧都一樣開始係上升嘅。所以相信啦，當呢個台積電嘅第二廠開咗之後咧，第二座開咗之後咧，嗰個樓價咧都應該係會有另外一波上升嘅機會嘅。因為嗰個因為已經生產咗即係幾年啦嗰個新 supply chain 嗰個生態鏈咧亦都開始成熟啦。所以嗰個multiply effect 咧應該咧就比之前咧，我相信咧就會更加厲害嘅。嗱，除咗地價以外啦，我哋睇下實際啲，就睇下呢個成交又係點咁有幅圖啦。呢幅圖咧就係一個成交 index 嚟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我哋x-axis 都係1、2、3、4啦，1係代表2018年咧嗰個 base 數就係100嘅到第4咧就啱啱個工廠開始進駐啦，嗰個應該係21年嘅21年開始咧就開始個廠開始起。OK， 所以18、19、20年咧，你會睇到嗰個數字成交數字都係差唔多啫每年係藍色新樓就100，黃色就二手 ，OK 都係100左右嘅啫。但當係21年開始咧，工作開始起嗰陣時啦你會開始見到啦，哇嗰個成交嘅數字係真係穩步上升嘅，係啦，每年咧都升50%左右嘅。係啦，到25年啦，其實你睇到個成交咧，新咧已經係去到300間一年，而二手係300幾一年嘅，係啦，即係比之前18年嗰時係多咗3倍啦，已經係。嗱，另外啦，我再睇下實際一啲住宅單位嘅成交，好唔好？嗱，呢個咧真係我自己嘅經驗嚟嘅，有幸啦，2023年嗰時就去呢個熊本睇樓啦。24年呢個公司咧，我哋亦都即係介紹咗一個喺熊本嘅樓花嘅。咁喺嗰個地區咧就喺正熊本市中心Kamidori 即係如果大家有去過嘅朋友咧，都會知道即係熊本市中心咧，其實就唔係喺熊本站嗰度嘅。離開就會係近嗰個熊本嗰個 castle 嗰個城嗰度附近嘅咁佢分開咗兩邊嘅，一邊咧就即係佢兩邊都有 shopping 嘅一般叫做下通啦，一邊就係上通嘅咁呢個樓盤咧就喺上通嗰度嘅，OK 喺上通嘅去到尾嗰度嘅係啦。咁就當其時啦，一個低層單位3房73平方米就賣4190萬 yen。係啦，咁大概即係每平方米咧係56萬 yen 左右，係啦，即係如果你計翻段尺嚟講，真係可能3000蚊都唔夠，2800蚊港幣一尺嘅，其實係啦。咁高層就當然要貴少少啦咁高層咧，我當其時咧有個兩房單位62.71平方米就賣3990萬 yen 咁低層嘅話可能3300、3400左右。係啦，咁另外就一個3房咧72咧就係賣4460萬嘅 ，OK，咁折成啦即係計翻每 square meter 咧就大概係60頭左右啦，60頭左右一個日元60幾萬 yen per square meter。OK， 計翻港幣可能3000頭咗3200-3300左右嘅應該係。3200，即係可能由2800到3200港幣一尺左右。
OK，咁呢棟樓咧已經喺2024年嘅11、12月嗰陣時成交咗，係啊，唔係，sorry，turnover 咗，已經係即係入咗伙租咗出去㗎啦嚇。咁當其時亦都有啲擔心，就話喂，租唔租到出去咧咁樣，因為其實嗰陣時都預計啊，因為其實當其時九州紅盤啦，呢份福岡都係嘅，租樓咧啲價錢係非常之低嘅，你會低到咧，你會覺得哇，真係好奇怪地咁低嘅，係啊。佢呢個都係嘅，都係比較低，但係咧已經咧係比市場上其他單位係高咗好多。當其時兩房啦，我哋即係其實可以租到13、14萬yen嘅啫，13、14萬yen兩房啊，係啊，咁即係你計成港幣可能即係7000蚊港幣到一個兩房單位，係啦，即係深圳都租唔到，係啦，因為但係其實原來如果佢呢個已經係高級嘅房產嚟嘅，普通啲嗰啲應該係10萬yen樓下嘅啫，係啦，咁所以其實已經比市場上咧貴咗成30%。咁當其時啲經紀都話喂，即係喂唔好咁即係唔好咁bullish 啊，因為佢哋就覺得可能未必租到咁高價錢，對佢哋嚟講啊。OK，但係最後都租到出去嘅，係啦，三房就租大概20萬啦，20萬都係大概1萬蚊港幣租個三房出去。係啦，後尾都租晒出去嘅，呢啲係。到現在個樓價係點樣咧？OK，離開同一個樓盤行路只係2分鐘，都係呢個上通嘅地方啦，喺正上通嘅入口。OK，有個新嘅樓盤樓花嚟嘅，現在咧都仲係賣緊嘅，未入伙嘅。好似28年3月定4月先入伙嘅啫，即係仲有成差唔多2年嘅樓花。但係現在已經賣咗6、7成㗎啦，賣咗6、7成。佢價錢係點樣咧？OK，做個簡單嘅呢細度啦。低層嘅單位咧，你會睇到係兩房63平方，係4000尾4980。OK，三房咧就係5980嘅，係啦，計落去咧，係啦，就多咗大概1000萬yen左右啦。係啊，多咗1000萬。或者千鬆啲萬，係啦咁樣咯，係啦，即係50-60萬港幣啦。如果你係計翻呢個percentage 話咧，都貴咗成差唔多50%嘅。如果斷尺計咧，佢已經去到70幾萬yen一平方米，係啦，即係差唔多四千蚊啦，係啦。之前由2800去到4000蚊，係啦。咁你多1200蚊，好似唔係多好多咁，但係其實計 percentage 話咧，都成3成幾四成，係啊，都成4成嘅啦已經係。去到高層啦，高層單位咧係啦，80嘅平方米咧就係9900萬yen，即係大概500萬港幣左右啦。800幾尺就500萬，即係6000蚊到一尺。OK， 6000蚊到6000零蚊一尺，係啦。另外一啲再高層最差唔多頂咧係即係 high end 啲嘅，再 high end 一格嘅，去到106平方米賣1億4000萬，大概700萬港幣，即係大概差唔多7000蚊一尺，7000蚊一尺。OK，比起香港梗係非常之平啦，係啊，但係喺當地嚟講都算係即係好貴㗎啦，其實係。去到咧係即係130萬yen一個 square meter，OK，一個 square meter，已經係可以話比之前個價錢咧係貴咗差唔多1倍，係啦。一個2024年成交樓同2028年交樓爭4年咧，由爭4-5成至到爭咗差唔多80至90% 㗎啦。其實嗰個價錢係啦，即係平均每年升10零至20左右咯，每一年係啦，即係咁樣睇。OK，現在咧喺附近仲有個新樓盤未拎出嚟賣嘅，聽講嗰度就比呢個價錢再加多10% 左右啦，有機會再貴多10%。另外最後呢個圖啦，就係一個關於日本啦，有47個縣府嘅，呢個係每一個縣嗰個GDP 嚟嘅，係啦。我可以睇到第1名一定係東京啦，第2係大阪府咁樣嚇。你會睇到咧，熊本大概係21嘅啫。OK，呢個係2025年
出嘅數字，但係咧其實個 data 係二零二二年嘅，OK，咁啊前兩年睇咧，前兩年我有個表係2023年，唔係咩2023年定22年嘅 data，咁但係佢個 data 係2019年嘅，OK，咁當其時我計嗰個數啦，OK，即係計過就係話，喂呢個 TSMC 喺日本紅本嗰度嘅投資咧，其實對個經濟有幾大影響咧？其實非常非常之大，係啦。咁我相信啦，現在就係呢個紅本排21啦嚇，其實係有機會係去到排到15嘅，有機會排到15嘅10年之後，即係唔使10年㗎啦，因為我前幾年講嗰陣時咧係2年前啦嚇，咁我覺得即係8年後咧，現在排第21咧，有機會去到排到第15咯，係啦，可以見到呢個 GDP 嗰度咧，而家由6.5咧去到9，係啦，咁我過去之後呢2年咧，因為呢個係2022年嘅 data 嚟嘅，係啦，咁變咗嗰個 TSMC 佢都係啱啱開始，都未開始生產，其實未開始生產，去到23、24嗰個，所以嗰個正式嗰個 GDP 嗰個 effect 咧喺稅收啊，同埋嗰個尤其是稅收啦嚇，同埋嗰個 GDP effect 嗰度咧，會喺25年咧會明顯好多。OK，咁所以過2年之後你睇到個 data 咧，應該會有 substantial 嘅去 increase 啊。我相信就好快有機會，即係就唔係好快嘅，過幾年之後去到第15左右啦，係啦。OK，咁今日講 TSMC 嘅經濟影響對房地產影響啊，到此為止啦，係啦。咁佢可能長咗啲啦嚇，咁但係我希望對大家係有用嘅嚇。咁之後另外咧2集就會講呢個北海道 Rapidus 啦，同埋Micron 喺港島起嘅新廠嘅資料俾大家。咁佢哋對嗰個樓價影響係會點樣呢？嚇？咁希望留意下一次再出片嘅時間啦。咁希望中意呢段片嘅朋友咧就記住即係啦like 同埋訂閱啦嚇，或者係你 forward 俾你朋友。Thank you，拜拜。